圣诗第308首。圣诗第308首，这条歌是台湾的牧师颜信牧师所写的，所以这条歌是咧讲咱着唱歌来学乐，阮着唱歌，阮要唱歌来学乐，所以阮代表的是大家吼，阮吼。 无包括上帝吼，阮要唱歌来学乐上帝。简单来讲是安尼吼，所以咱透过吟唱这条真活泼的诗歌，咱向上帝来学乐吼。一个音就好。阮预备来，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 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 第一春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所以唱歌吟诗其实就是一个学乐上帝。 上好的过程，所以迄个学乐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咱若唱着学乐，爱知影讲爱微微啊笑吼，因为这是一件堪得欢喜的时阵，所以咱真欢喜会当做伙组织，所以学乐上帝，所以请毋通忧头甲面，毋通一个苦瓜面来敬拜上帝，其实咱爱。 学乐上帝，好，咱搁来吟第2站哈个。这条歌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是对后半拍开始的，所以伊的节奏较特别，像是有一个节奏是后壁的部分，后壁迄个头前的部分有较加速看，但是不要紧，咱就轻松吟就好啊吼。来，咱来吟第2站吼，一个音，一个，阮预备来。 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圣诗亲密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圣诗关联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 学乐三位一体上帝，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灵全地上帝。对日春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 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所以要拨人知影啥物货？对日出到日落，咱要拨人知上帝有丰盛的慈爱。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144首。 来，咱来听琴弹一遍啦吼。
可能咱行伫旷野内底，总是咱求上帝特别扶持；有可能咱受苦难、受罪捆绑，总是咱知，当咱心困晏，是阮宝座，迄位伊就要听咱祈祷。咱来吟这条圣诗吼，预备来。我心困惑，是我宝座，主要听我祈祷，天地爸爸与你靠近，信心稳定安宁。咱来读第20个歌词，做伙来读来。我靠救主你所应允，我就好打清军。主叫劳苦的人就你，我就进前无疑吼。咱来吟第3站吼，来，做预备来。罪我的道，已见头顶，撒旦我的无情，我的高这心来家呀，靠主就地安定。安定啦吼，安定。好，愿上帝的平安就甲咱做伙期待，请准备咱的心。各位兄弟平安。这时礼拜要来开始，请咱备办安静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
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请撒卡来唱信诗，信诗308首，信诗308首，阮要唱歌来学乐。会众请起立。请咱犹原徛立，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外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信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们。会众请坐。这是撒迦来启应，启应文第15篇，启应文第15篇，我来启，大家来应。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赦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来的是内心诚实。求你赦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毋免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
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予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做人。请求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者是痛悔的心灵。而且咱三角来祈祷。慈悲疼叹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互阮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你赦免阮的罪，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灵命嘛得到更新。也因为你有无限的慈爱，互阮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丰盛的恩典。阮向你恳求，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成做这世间的盐佮光，让阮学习信靠你，学习彼此相疼，成做合你心意的门徒。当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诚心敬拜阿罗你，求你即时引带阮入伫你的圣殿。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即时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6章第1节到第14节。罗马书6章第1节到第14节。我来读。安尼，咱要讲甚物？咱是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恩典搁较加体是无？绝对毋是。咱才会冤罪已经死的人，敢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恁敢毋知？咱拢受洗礼来甲基督耶稣结合，是受洗礼来甲伊死。既然咱同过洗礼甲伊死，做伙埋葬，所以亲像基督同过天父荣光的权能对死国外，咱嘛着过新的生活。既然咱甲基督正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国活。咱知咱旧的自我已经甲基督做伙顶十字架，是要互受罪拘束迄个旧的人毁灭，互咱无搁做罪的奴隶。因为人一旦死去，就对罪得到投放。既然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咱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国活，袂阁死，死袂阁支配伊，因为伊有死，一遍就完全甲罪制压。伊现在咧活，是为着上帝咧活。安尼，恁嘛着看家己已经甲罪断绝关系，甲基督耶稣结合，为着上帝咧活。所以，毋通将恁会死的身躯交互罪支配，去顺趁本性的欲望；嘛毋通将恁身躯的肢体交互罪去做不义的工具，反倒着做一个对死人中国活的人，将家己献互上帝，将身躯的各肢体献互伊做义的工具，毋通互罪甲恁支配，因为恁毋是活伫律法下，是活伫恩典下。是赞美，请圣乐队。主引带我一生路程。
这时，请郭牧师来进道，伊要分享的是做死伫基督内面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咱所伫地的这个季节，拄拄好，跟啊开始热起来，所以入来到教堂内底，其实嘛有一个好处，跟啊对热天到哈，啊，所以咱一生生命中，改成是对一个所在下过另外一个所在。这其实甲今仔的圣经才嘛有真关系，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真正是活伫上帝的恩典中，上帝所欢喜爱咱伫地所在。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你附近的兄弟姊妹，假使你若今仔心情袂歹，边仔附近的兄弟姊妹讲，上帝甲你做伙伫地，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上时我也伫遮小可补充一个，大多我袂记将即个今仔的讲道片放伫外口吼，假使若有需要，华语的讲道片会放伫外口吼，只有几张尔吼。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知影阮生命的状况。主求你怜悯阮，怜悯阮。遐离开你来活的日子，帮助阮，互阮无伫受罪捆绑、受苦难、低调的日子内底，帮助阮真正活伫上帝你的宝座中，活伫上帝你所赏赐耶稣基督拯救的内底。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保罗伫罗马书第5章的20节到21节咧，对咱讲律法有啥物路用？律法只是互咱知影罪尔。总是知影罪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检查咱过去想讲这检查毋是罪吼。结果律法定出来了，咱还想讲有这是罪呢吼。像像安定过去可能咱毋知影就无代志对吧？吼，跟无代志的吼。知影了，这犯法还是犯规呢？吼，所以是罪。所以律法既然互人会有罪了后，人有一种心态。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是安尼讲，伊讲律法指出人的所行是拄拄好甲上帝心意完全倒并，并且指出人有一种心态，叫做调工犯罪心态。你就知影迄袂使哦，总是你就是调工要去做。所以人有一种个性，就是有意识甲无调工不合的个性。所以刷落去，保罗是安尼问。这个今仔日的经节吼，保罗刷落才会安尼问。罗马书第6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咱要讲啥物？咱是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恩典搁较加添是无？所以要安怎讲呢？这其实甲保罗伫罗马书第4章第1节迄个感慨是同款的话哦吼。所以，咱要安怎讲呢？伊是咧问讲，保罗咧问讲，咱当时常一直带伫罪内底，互上帝恩典显出更较多。所以保罗伫遮其实拄拄咧讲，即种人迄种侥幸的心态。什么会叫做侥幸的心态？就是我倒一条嘛是做，无加几条啊？安尼，上帝恩典。下面更较多啊，伊的恩典更较多，但毋是咧。因为安尼，保罗用即种反诘问句，这个伫罗马书内底一直出现。保罗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总是即回伊家己应答。罗马书第6章第2节安尼讲：
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绝对毋是咱遮的罪已经死的人，兼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原文是讲绝对袂使。既然咱已经罪来死，敢会当继续伫罪内底来活？加利文是安尼解释这段经节，伊讲遐认为有基督白白义，然后无需要新的性命的人，这是毋知连体的人，无耻之人，就是毋知影见笑的人，将基督来拆你。无有比找六款的借口来放纵私欲，搁较自然的代志。总是撒旦真容易就编造逐款的诽谤，来毁坏稳定的教义。换一句话来讲，伫上帝的目睭前，咱若要活伫罪内底，就是死路一条。只有借着救主稳定，才会当找到活路。克兰菲德是安尼讲，伊讲，伫上帝来看，当基督为咱死伫十字架顶的时，咱就罪来死。所以，咱经过洗礼了，咱就罪来死，主来活。所以，一个受掉的人爱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新的宽恕，毋通家己知影，结果雕工去犯罪。但即咱拢爱罪来死，活伫基督内底。总是这讲真简单，做真困难。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敢毋知，咱拢受洗礼来甲基督耶稣结合，是受洗礼来解释。保罗用咱这个结合的名词来表达咱虽然因为身份、阶级、文化、地域无同，总是却会当成做咱，拢是因为洗礼。伫遮真清楚，洗礼互咱成做咱。原文叫做进入伊的死。保罗指咱受洗归入基督，就有份伫伊的死。洗礼毋是基督教信仰特别有的仪式，实际上伫犹太教的昆兰社区、埃及的伊斯、罗马的米托拉，拢有洗礼。然后，这个洗礼拢是当时这个宗教要入教进前的仪式。实际上，犹太教内底嘛有洁净礼，这出现伫旧约圣经内底出来记29章加利未记14章，总是用伫无共款的情景内底。福音书甲使徒行传拢讲到2种无共款的洗礼。约翰的洗加圣神的洗，然后约翰的洗重点是呼召人来悔改认罪，就亲像约翰对百姓安尼讲，要来受洗礼百姓安尼讲。马太福音第3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遮拢有读到吼，咱伫遮拢有读到。来，做伙来读来。我用水甲恁洗礼，表示恁已经有悔改。毋过伫我后面。得来迄位比我较有关联，我连甲伊话话拢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这个圣神甲火并列，所以神学家其实对这两个词真侪讨论。总是并列表示这应该是同一个事件的两面。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圣经内底，咱读到的是火，是上帝审判的记号。所以，伫约翰了后的迄个悔改了后的洗礼，就是咱今仔日教会洗礼。教会洗礼要表达的，就是
无悔改的人爱受审判，悔改的人会领受圣神的换新。总是咱教会洗礼，阁有一个更较深的意义。保罗续落安尼讲，罗马书第6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咱通过洗礼改死，做伙埋葬，所以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权能对死搁活，咱嘛着过新的生活。这个下半段的原文是安尼写，讲为着亲像基督照着父的荣耀对死人中搁活同款，咱也伫生命的心内底行事做人。生命的心内底行事做人。保罗认为，洗礼其实是甲上帝伫基督内底拯救作为这个历史事件有关系。史怀哲对无毋对？就是顶世纪迄个真出名的史怀哲，伊其实是神学家，一开始是神学家。史怀哲写到这段时阵是用中脉论来解说。史怀哲是安尼讲，伊讲当一个人领受洗礼的迄个时阵，耶稣基督的受洗甲搁活就发生伫伊内面。所以是中脉论的解说，真特别咯吼。所以保罗是咧对咱讲，当咱领受洗礼，是将过去的咱埋葬，和本翻译做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款式。关系这个生命要安怎新呢？卡巴特描述了真好，我感觉伊描述了真好。伊讲，这个心是伫基督在座的我会当必须要以及想要进行的活动，是我会当这个心会当成做我天顶国民的身份证，是甲基督做伙创伫上帝内面的生命。这卡尔巴特所写的吼。神学家所写的确实无啥共款咯。罗马书第6章第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咱甲基督正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搁活。原文是因为若咱伫伊死的样相顶头联合倒并搁活的，咱也是。迄个正做一体，或是联合。伫遮保罗用一个真特别的字，这字只有新约只有伫这个所在出现。迄两字，这是两字夹起来的一字，两字是做伙甲成长，做伙甲成长。所以新约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就伫遮第6章的第5节。所以时常有人咧解说讲，基督徒洗礼搁若亲像接机迄款的财政的样式，听有意思吼？咱接过机，就是将迄个无共款种的吼来接机，所以真侪人咧解说6章第5节的时阵，是用即种接机的意念来形容基督徒的洗礼。总是保罗嘛，真有可能只是单纯咧表达，既然咱伫洗礼顶头经验伊的死，未来刷落去咱的生命嘛，要甲伊各活的生命做伙成长。迄个做伙成长吼，其实迄原文是叫做做伙成长的意思。罗马书第6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知咱旧的自我已经甲基督做伙顶十字架，是要互受罪拘束，迄个旧的人毁灭，互咱无过做罪的奴隶。咱爱知顶十字架这个刑罚起源是波斯，后来
来到希腊甲罗马的时代沿用，起源是波斯啊吼。这个刑法是毋是这个刑法通常是用伫遐个叛国的人，或是战争失败的人，就战死的人啊，通常是用伫遮的人。这个顶是毋是假？当时是安尼，判决了后受刑的人，通常会受鞭拍，然后派迄支怀的茶，就派家己派哦，派去到刑场，然后甲已经菜伫遐刑场顶头已经菜伫遐有一支迄个茶箍，菜的已经菜好啊，就来组成一个世界，或是钉的形状，钉的形状的茶架。当这个犯人挂伫顶头的时阵，这是啥物用意？伊毋是随死哦。照记录，有人钉伫顶头，捌拖过15天以上。所以，这种刑法就跟中国有一种出名的刑法叫做凌迟，对，你无随死的，因为钉的所在毋是会互你随死的所在，听有意思吼？所以是毋是这种刑法通常是用来展示权力者用来展示伊有偌大的权利，互别人会当痛苦安尼，同时嘛要展示互当地百姓看，恁若反对我，下场就是安尼。所以当时是毋是假是见笑甲同罪记号？咱伫遮有读到受罪拘束迄个句的人，毁灭原文是为着罪身体被毁掉。新亚家认为保罗应该爱这受批的人联想这项代志，因为罗马书第1章23节到24节，保罗咧讲人会不虔不义、无敬虔甲不义，侮辱家己的身体。所以保罗伫遮所写的，应该是咧对咱讲，遐句的我是互迄个不虔不义的罪所控制，当会当照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互罪失去迄个控制咱的权力。罗马书第6章第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人一旦死去，就对罪得到讨骂。咱爱知影犹太律比有一个真出名的司法的原则，叫做四种祭物拢总消灭，拢总消无。这是犹太的律比，犹太的法律顶头，迄个死人若死，迄个你的祭物就拢无去。换一句来讲，毋是老爸欠债囝爱刑哦，毋是哦。犹太人认为，这甲咱今仔的法律有真大的关系啦吼。咱今仔的法律嘛认为，毋是老爸欠债囝爱刑。原因是对犹太律比来，所以新亚家认为保罗的这句话其实受这个影响。保罗咧对咱讲，因为洗礼，咱迄个旧的我已经死，所以过去我欠的孝，过去互罪控制的性命担，已经得到脱离，我已经得到自由啊！现代学者认为，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7节是保罗咧讲人免安怎误罪来死，然后对第8节到14节是咧讲咱应该爱怎样伫基督内底来活，所以分做两段吼，保罗真清楚。所以刷落来，咱读到的就是免伫基督内底来活。罗马书第6章第8节到第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既然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咱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袂搁死，死袂搁击破伊。伫遮咱会读到，咱相信。这个咱相信，克兰菲德是安尼讲。保罗伫遮所讲的信，应该理解做伪信，就亲像我的神学学的老师，台湾的神学学者董俊兰牧师所讲的。保罗伫罗马书所讲的信，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信啊，第一个层次叫做听；第二个层次叫做想。然后第三个层次叫做行，所以咱信就是安尼吼。所以信不只是听尔，对无？信爱搁想，对无？信想了后，搁爱搁行，安尼好当做是信哦。搁爱搁行，到当做是信哦。所以所以所谓的伪信其实是安尼。咱伫洗礼中甲耶稣基督同死，所以用行动证明咱的信，毋是只是伫咱的喙齿尔，就亲像咱拄有信用告别对无？迄个只是伫咱的喙齿尔，咱倒有想讲我咧告别啥，咱倒用行动去行，迄叫做伪信。所以刷落来用行动去行，毋是伫遮就看会出来。真歹势哦，是爱伪信伫咱的生活内底。伪信伫咱的生活内底，咱知咱已经是一个甲基督同死、同活伫伊搁活的关联、生命新的款式内底。克兰菲德认为，基督的搁活甲列撒罗无共款，列撒罗的搁活只是伊天然生命的延伸尔，因为上尾伊嘛共款用死来屈服。真歹势，咱也毋知列撒罗的故事，爱看约翰福音11章。总是死亡是无法度合制迄个搁活的基督。罗马书第6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伊有死，一遍就完全甲罪制压。伊现在的活是为着上帝的活。我们应该安尼讲，因为伊所死的死亡，真特别的写法吼，是一遍的罪来死，总是伊所活的活命，却是上帝来活。我们有一个真巧妙的讲法。保罗讲只有一遍，用只有一遍，这个原文的表达是咧讲主耶稣一遍性决定性的死亡，为着要互咱完全甲罪隔离，伊用无罪的身躯，为着要认同咱这有罪人，甘愿为咱背刑罚，担伊搁活。以这个上帝来活的生命超过死亡通控制的范围。罗马书第6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恁嘛着看家己已经甲罪断绝关系，甲基督耶稣结合，为着上帝的活。我们保罗伫遮咱读袂出来，因为保罗用算这字。所以保罗是咧对咱讲，不止上帝算咱做义，保罗咧讲，对罪来讲，咱嘛爱算家己死。迄算是放伫迄个所在吼。对罪来讲，咱嘛爱看家己死啊。然后这是咱已经想过了后所做的判断。是咱愿意克服耶稣基督福音的行动，
是用信心认出伊是咱的主的福音的事件。所以会当讲，对咱来讲是一个好消息。福音就是安尼。斯托德牧师安尼讲，伊讲洗礼就亲像两个房间内底的一个门。啊，你已经开门，行过这个门啊，关门了，已经入去到新的房间啊，就亲像咱已经死，然后搁活，太当回头搁去过迄个已经死的生命咧。所以保罗刷落来吩咐是消极搁积极。罗马书第6章的1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唔通将恁会死的身躯交互罪支配，去顺坦本性的欲望。原文应该是安尼讲，所以恁爱停止互罪伫恁必定的死的内面来称霸。互恁顺坦家己的欲望。保罗提醒咱，毋通掠做咱已经领受洗礼，伫上帝看做恩典的内底的人，就说真安全、真歹势。最有缘会伫咱的四周围，伫咱的内底作鬼作怪。咱知影作鬼作怪的意思？最有缘嘛会时常出来喵啦。所以毋通互罪支配，互欲望继续掌权。罗马书第6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嘛毋通将恁身躯的肢体交互罪去做不义的工具。反倒着做一个对世人中搁活的人，将家己献互上帝，将身躯的各肢体献互伊做义的工具。咱伫遮有读到肢体，也是伫罗马书内底第一遍读到。这个肢体原文的意思是骹甲手啦，四肢。原文其实是只有安尼尔啦吼，原文只是安尼。总是后来伫新约内底广泛来运用，摕来比喻。这咱会伫检查有机会，咱伫别个经卷内底读个到，亲像罗马书、哥林多前书、雅各书、马太福音拢有啊吼，肢体。所以这个肢体有后来伫无共款的批信内底出现的时阵，有无共款的理解。所以我伫遮无法度讲真多吼，总是伫这个所在，保罗所讲的肢体有可能较接近哥罗西书的第3章第5节底下讲的迄个人的天性。加利文是安尼诠释这段经节，这段经节伫古早有可能是用军事的用语。伊安尼讲，伊讲保罗借用军事的言语，称人的肢体做武器或是器具，伫遮新的翻译来翻译做工具，就亲像士兵将武器准备好势，通伫军官下命令的时阵，随时来使用。基督徒应该将因的肢体看做天性。我的翻译叫做天性啦吼，看做是属灵战争的武器。假使放纵肢体另外任何一个部分伫败坏的内底，就是服侍罪。既然你已经立誓服从基督，就应该避免甲罪会有任何的来往。罗马书第6章14节刷落，安尼讲，咱读到上尾即节啦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通互罪甲恁支配，因为恁毋是活伫律法下，是活伫恩典中。就亲像我拄所讲过，保罗毋是咧幻想讲受洗归主的人袂阁受罪来搅扰，无可能。我同意近代的学者。
的看法。即句话通看做是保罗的应允或是期待。伊咧提醒受迫的人，就是读到即种迫的人爱的基质。所以无应该搁诚做咱的主，因为咱已经有一个主啊，咱已经有一个基督做咱的主啊。因为咱毋是伫上主公义的义，迄个律法的下面，而是伫上主慈爱的义的运动中。因为若照上帝迄个公义的义，迄个律法，咱拢应该受定罪啊。就亲像诗人所写的，咱今仔日迄个启用的时阵有读到啊。迄个照上帝公义的义律法判，咱拢应该受罪。总是上帝发外施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要讨放咱，称咱做义，判咱无罪。所以咱通用圣神迄个新的气力、甲胆量、自由来抵抗这个互罪管辖的生活甲性命。离开迄个旧的房间。伫我进前教会服侍的时阵，我有拄过一个真热心的兄弟。我熟悉伊的时阵，伊就有一支手，迄个头前的四支大拇指无算啊吼，头前的指节无去啊。其实我毋捌人问过即项代志，直到阮已经伫服侍熟悉真久了后，有一天阮坐地，伊就坐伫我的身躯边，伊就主动咧甲我讲，伊讲伊少年的时阵爱跋筊，真爱跋筊，差一点仔连因兜拢跋无去，这就是当时留落来记号。我是无问伊发生啥物代志。爱跋筊，所以留落来记号。当时甲我讲歹势，就是这无去吼，嘛无路用啊。好了，伊嘛共款去啦。好了，伊嘛共款去，无路用。爱跋的天性，直到伊信主，才彻底改过来。这嘛，互我想起台湾初代教会嘛有一个教导。古早有一个叫做李爸，伊原底是伫戏园仔帮人帮唱吼。咱知影古早迄个歌戏，迄个戏边仔后壁是有人咧帮忙唱，伊是用这个做伊的职业。总是伊因为爱跋筊。安那改拢改袂落来，去庙林迄个咒纸拢无路用，迄站偌济街头拢无路用啦，拢无路用。所以有一天，伊就经过丁仔脚礼拜堂，丁仔脚礼拜堂就是后来台南太平间教会，咱今仔叫做太平间教会啦吼。这李爸听到内面有一位吴文水长老咧传讲。主耶稣听世间人要为人赎回你的罪，伊心受感动，受悔改来接受真理。1869年的9月5号，李副牧师大洗礼，上时当时有真简单的训练，所以伊训练了3个月，就去互派去做传道呢。3个月当时吼，训练了3个月，就去派传道。总是传道生活真无如意，安那别人讲拢讲袂听，所以伊就一直埋怨讲，心内底一直埋怨讲，啊无不如卖信啦。所以有一天，伊拄着一个读册人，读册人来讲，信即字写起来不过是人言。啊，伊听所以伊讲，啊你莫凊彩听人讲啦。你莫凊彩听人讲，伊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离开伊的服侍，就转去做
戏班顶头后壁后边咧唱歌戏的，帮人唱的吼。结果唱第一工尔，就对迄个戏台顶头拨落来。咱知影戏台吼，当时戏台是司法官，所以伊就想讲啊，是毋是我走离开即个服侍，所以上帝咧责备我，所以伊就行来行去。迄天暗时下晡，伊就行去到礼拜堂的边仔，伊毋敢入去啊，行去边仔，啊结果煞无想到内底的人拄仔提起伊的名，佮为伊来祈祷。所以对于迄时阵开始，伊就知影上帝咧呼召伊转来。所以一世人服侍无过动摇。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确实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一开始有可能真正出对人所讲，总是真歹势，迄个罪拢会围伫咱，甲咱高高甜啊。所以爱会记得。咱不只是出对人讲尔，咱拢是有主耶稣基督会听到的人。咱拢已经入来到上帝恩典中，他会当回头搁转去迄个互罪控制房间内底咧。所以只有伫基督内底活，互基督的事件真做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事件，这会当互咱的生命真正改变。愿主的话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拢互罪所捆绑，阮也时常活伫罪颠盘的内底。主求你赦免阮，帮助阮这个可怜的人，也求上帝引带阮。既然阮已经是你的人，求上帝掌权伫阮的生命中，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真正伫你内底来活。阮知影，阮逐工有可能拢面对考验。总是求上帝帮助阮，互阮逐工拢活伫上帝救赎恩典的内底。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是，请咱三角来念信诗，信诗144首，信诗144首。我心近我，是阮无助，用车起立。我心近我，是阮无助，主袂叫我移动，偏比阿爸比你较强，信心稳定安宁，我渴求主你所言闻，我就何当亲顾，主叫了口的人就灵，我就今天无依，罪恶的灯已经头顶，撒旦旁边。
不停，我的高贼心来呀呀，可主主的安定，有主最我明白后的我心的交过，我昂贵的光的光，主是我的盼望。释放。我会休息，是给更小何必能我跌倒追应救将你要是阮无停。同车坐。即时来奉献，请林富祥、赖建义技术来示现。会将车起。咱三个奥堂来祈祷，至善天父阿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俄罗你，互阮有即个福分，搁一摆来到殿里来敬拜俄罗你。即时阮奉献淡薄金钱，为主圣工所用，求主甘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煞只来看周报，周报的第一页是下周的施工的人员、团契的聚会甲固定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的第二页小组的聚会的时间，嘛请咱家己来看。奉献若是有订单，请往办公室来更正。继续来看周报的第三页。学下来了吗？请问组织学下来了吗？可以是吗？好。哦，
继续咱今仔日咧来颁发113学年的第一学期的励学金。即马咱先请国小班，要先吗？好，那我们先请，那这样我们请研究所跟大专的先来，好不好？咱来请牧师来颁发。好，来，大专跟研究所了哈，咱来恭喜啦哈啊，所以咱拍个照，做个纪念，来委员拍报告了哈，啊，等一下留着我们再合照哈，再合照，来，好，那我们请国中哈，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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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拍个照。好，我们呢也是拍手哦，鼓励他们哈。请留在后面，我们待会一起合照。来，来，现在我们请国小。国小，够吗？国中跟大专的，我们先到后面来。够吗？国小很多哈。有了哈，来，恭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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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你，客气，恭喜你，恭喜恭喜，多谢谢，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是真的有钱了哦，来对5几年哦，来，我们来拍个照啊！好来，我们一起合照了哈，我们一起合照，好，等一下，来一起合照吗？还有吗？来，我们一起合照，好，国小往前一点，来，大专跟国中往前站，谢谢。我们请他们口罩拿掉了哈，然后可以认出他们庐山真面目。详细哈，咱来委员来祈祷，所以咱做伙来祈祷啦哈，咱做伙委员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有机会，伫你所赏赐阮这个世间内底，阮认真来读册、求讨学问。主求你帮助，互阮今仔日所领到的，是上帝你特别的祝福，是正人所毋望，阮的性命会当伫日的学习内底成长伫上帝你的听的内底，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特别甲在学所有的学生做伙伫地，互因日学到的是上帝爱因学到的智慧甲开力，祝阮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那我们一起拍合照吧，来，老师一起来吧，老师一起来，老师一起来，快点，老师一起来，快点，老师一起来，快点，好来。好，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谢谢他们哈。那希望。下个学期同样的可以再看到你们哈。他现在已经6月，这么已经6月啊了哈。学生为要毕业啊，因要期末考啊哈，因这要期末考啊，所以晚上得帮咱夫妻哈。好，可以的，谢谢。好，下主日的消息，下主日是得胜者的主日。欢迎得胜者教育协会洪嘉丽团队要到本会来请安报告，嘛请为
伊的事工来关心大道。等一个礼拜线吼，嘛请得胜者同工吼，留伫遮来练歌。传道部会伫下礼拜中昼12点半7控仪式来召开，请部员出席。教会消息，下季学校的资源的募集，这要邀请吼大家来斗阵来参与。即马需要的物件有清气的纸箱啊，阁有报纸，阁有塑胶瓶盖。你若是有这个物件吼，会使摕来教会，放伫教会4楼、6楼、7楼、9楼，这个回收的所在，报纸甲瓶盖嘛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盒仔内底吼，会使放伫遐。好，接下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吼。头一项就是鼓励咱大家咱音乐兄刷落来要更较积极第2波的宣传，所以我要邀请咱众人若会使我要欢迎咱大家若会使，咱会当来参与迄个成人的合唱这成人的合唱吼，这老师真优秀。上时伫外口开课拢至少爱4、5千箍，所以要邀请咱大家，若假使时间日时的时间来好势，咱伫8月4号到8月7号这4天内底，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这个音乐营，报名音乐营吼，这头一项上时嘛，咱若愿意，咱若感觉讲啥物人厝里有一寡囡仔因有对这个有兴趣。我要邀请咱大家会当去办公室遮，会摕迄种小卡吼，来传单分享落互咱社区的人。这个咱的干事这边已经有印出来，所以要请咱大家来摕这个传单去咱的社区，也是咱的附近的兄弟姊妹来印。咱伫周报内底，阁有摕到下半年度的行事历。咱下半年度是咱今年的重头戏，就是换一句话来讲，咱下半年度要展开咱教会的14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有2项主要的庆典，就是咱会伫10月1号这天拜3吼，咱要去到桃园的展演中心内底。来进行一场马街来桃释教纪念音乐会。咱教会是马街来到桃园第1间教会，释教的第1间教会，所以到今年已经140周年，所以咱要去办这个音乐会，邀请的合唱团是福尔摩沙的少年加欧美团，因做伙来到咱中间。上时我嘛会邀请咱的圣歌队。做伙伫迄个展演中心来演出，这是要组织正教会的桃园正教会，大家来咱重新来回想国教会马街来桃园释教的这个纪念，所以透过安尼，咱来回想马街牧师伊所性命所经过的这个故事，所以从一首圣诗了，会有人会读。马街的日记，或是讲这个圣诗当时吟的时阵的故事，所以大家会用这种传插的方式，就伫展演中心来进行。所以这是因为展演中心会当上最当坐到1500人，所以咱会召集桃园市区内底的正教会做伙来伫遐来演出。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从10月1号。拜3的暗时7点半，拜310月1号这的暗时留来，互咱的教会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第2是11月2号，咱有一个释教140周年的纪念礼拜、感恩礼拜，会伫咱的教会来进行。拄起遮的，咱下半年度会进行，因为旧年地动了后，地动。整修以外，以及咱教会内部的整理，
随上即摆建议是毋望会当将咱边仔的玻璃来换做迄个气密窗，吼所以爱开一笔钱，所以阮有拍算，小会其实已经有决议，种是详细，我会公布出来，互大家知。对6月底开始会公布出来，互大家知。就是阮拍算要咱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募一笔款，就是150万，来望会当做教会的整体路用以外，就是下半年度才会庆典的礼仪的用途。所以伫遮我先有个详细也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咱教会的所有的情形。祝贺蔡肯信息402首，信息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要将车起立。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甲你来行。恳求你甲我大可保护，若是我言行听必是听，当我今日遵守你改变。予我的黑暗了最更定，对罪因错是美人，这是我人生别千万。当我接受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永远的听从，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请听圣乐队的奏歌。音乐密度。
来甲身躯边的人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